活是忧伤、痛苦，还是欢喜、快乐，拢袂要紧。今日咱来到上帝面前，伫伊殿里，咱就是要来欢喜快乐，要来吟诗学乐，要来伫遮得到伊通过咱的牧者一切，咱是要挖苦耶稣的得胜。这本来是法语吼，我改做台语，咱有唱过，无像咱唱过。中间有一寡话，咱注意者，注意者，来，我请咱来学习。 主的名，我要宣告，我用你改变。主的名，我要宣告，你是我。主的名，我要宣告，我无罪中等世，是你，我领着我的心。 我
个做信徒的中间，我的生活是软弱的。我拄着最面对的做位时阵，我是退步的，我是惊面对遐个做不着的事。你是软弱，也是讲你的服侍了你是软弱的。真侪人心内愿意，就体软弱。我足想要来教会服侍，我足想要较听主，总是伫咱的软弱顶面，无要紧，咱要靠主来得胜。请你预备时阵，你犹原家己也拿伫反省，还是讲，佮家己回想家己真做基督徒，你的生活，你服侍到底是得胜甲有出，也还是软弱倒退？来，请演最后一遍来。Yeah.
等一下来，我先念一遍哦。无惊见笑压力是假，将你如恶交恶放下，放下，这个放下，看你的主拢无提示，是是假假甘愿受死。这毋是就是咱佛陀真重要的中心的概念哦。伊讲看你的主拢无提示，是假假甘愿受死。是安尼，咱才得到救赎；是安尼，咱才通甲上帝过吼。因为真正的是我事吼，我哋准备的时阵、甲读的时阵，真正互咱得到真大警醒帮助吼。来，咱来唱第三集。来，无惊的笑呀，你是假，将你有光了我把你。只有压抑是假的人，通得眼光免明望。哇，足大的愿望哦，得到眼光免明哦。好，咱准备心来开始现在去敬拜，咱来进入我心。心。